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2月15日。經文馬太福音13章44至58節。天國好比藏喺地裏邊嘅寶貝，又好似好嘅珠子，當人發現咗，就會變埋一齊去買佢。天國又好似海裏撒網，捉到魚之後，把好嘅收起嚟，把唔好嘅丟棄。世界嘅末就係咁樣，天使要把惡人分別出嚟。耶穌喺佢嘅家鄉，因着人嘅唔信，就唔多行異能。今日我哋絕大多數嘅基督徒都係冇異能，但係我哋卻係有唔少嘅家人同埋親戚朋友係未信主嘅，奈何卻係有唔少嘅基督徒卻係講自己冇傳揚福音嘅恩賜。呢啲基督徒都係誤會咗，傳揚福音唔係恩賜，而係我哋基督徒責無旁貸嘅職責，即係我哋基督徒嘅大使命。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：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，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，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導他們遵守。看啊，我天天與你們同在，直到世代的終結。馬太福音28章18至20節。阿們。